来到屏东内埔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6把造型前卫的伞架吸引游客目光。伞架上的太阳能光电板提供环保的绿色能源。高雄在美浓这个部分有出产这个油纸伞，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建构这个伞架的一个意象。近看像伞，远望就成了一顶顶客家斗笠。伞下的喷泉区向来是小朋友们的最爱。小朋友地很滑，要小心，别受伤。爱生意摩托绳，爱生意摩托绳。好。2007年，梁坤和先生将父母闲置的百年烟楼捐赠给园区，借此让大家了解当年制烟的辛苦。光是烤烟叶就要花上7天7夜，在顾炉火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。那有时候小朋友啊，他会拿他的寒极啊，去顺便烤烟的同时顺便烤寒极，当做他们的有时候烤烟的一点娱乐。龙间是客家传统碾米的地方，这座跨世纪的龙骨基由老字号的碾米厂第3代施信德先生捐赠，在经谢清城博士拆迁与细心修复，终于在2009年重现风华。就连日本游客也对它深感兴趣。水稻在广场晒完变成稻谷，稻谷呢我们会拿来这边，我们有一个稻谷入口。常态区展示传统6堆客家生活习俗。室外园区开阔，中央设置生态池，沿着湖边种满水生植物。来到这里，除了接近6堆客家文化，迎风望湖也是舒适休闲的好地方。上课喽！愛性唔好出爽，愛性唔好出爽，愛性唔好出爽。